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漂流傳奇。今日我哋要講呢一個人，唔係大明星，但係如果你係睇香港電視大嘅，你一定記得，就係被譽為香港扮嘢始祖嘅盧海鵬鵬哥，亦係歡樂今宵嘅靈魂人物。但你可能唔知道佢經歷咗啲乜嘢，先至發現搞笑其實係一種自保方法。今集漂流傳奇唔係講一個笑匠點樣爆紅，而係講一個人點樣捱過一個好殘酷嘅年代，仍然堅持將快樂傳遞俾大家。喺節目繼續之前，提醒大家可以撳訂閱同埋旁邊嘅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哋嘅節目啦。多謝。盧海鵬1941年喺廣西出世，爸爸開針織廠，屋企唔算窮，但喺嗰個年代有錢反而有問題。三個兄弟嘅名好特別，大哥叫海濤，細佬叫海潮，而佢就叫海鵬。好耐之後，鵬哥先明白，濤同潮都喺水入面浮沉，而鵬呢就注定係要飛嘅，所以得佢一個離開屋企。一出世就係日本侵華時期，全家四散逃避戰火，直到小學先喺廣州稍為安定落嚟。因為爸爸係資本家，盧海鵬由細就被貼上出身唔好嘅標籤。喺呢一段壓抑嘅日子入面，佢揾到一個情緒出口，就係演戲。佢細個跟婆婆去戲棚睇大戲，仲同街坊一齊模仿粵劇。演戲令佢第一次感覺到，原來有啲嘢可以唔直接講，都一樣表達到㗎。而呢一個能力，後來救咗佢一命。中學時期嘅盧海鵬係學校嘅風頭躉，係民工團團長，又係水球隊左鋒。舞台同泳池都係佢嘅地頭。佢好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，想考北京電影學院入行做演員。為咗呢一個目標，佢甚至揾人介紹想加入共青團，但時代冇同佢商量。文化大革命爆發，學院停咗招生。盧海鵬嬲得滯，仲打咗個介紹人一鑊。一夜之間冇晒人生方向，連有前途呢3個字都變成罪過。因為家庭背景，佢變成被批鬥嘅對象，一次又一次被送去勞改。嗰段時間，佢開始真正明白一件事：你唔需要犯錯，只要太出眾就已經好危險啦。就喺呢一段日子入面，佢聽到一個關於香港嘅傳聞，一個只要肯搏就可以生存嘅地方。如果係你，你會選擇留喺大陸接受無止境嘅批鬥，定係賭條命去游過嗰個大海呢？盧海鵬試咗3次，頭2次失敗，被捉返轉頭，但最後佢終於成功游到流浮山，企到喺香港嘅土地上，攞到身份證，逃離咗一個殘酷年代，係咪就等於揾到一條好行嘅路呢？下一節即刻話俾你聽。到到第3期，話16歲至到35歲，咁咪有機會啦。有個朋友咧就喺裏邊做攝影嘅，嗱嗱聲揾啲表嚟我填，咁啊入咗呢行。嚟到香港之後，盧海鵬過嘅唔係想象中嘅美好生活。佢住喺觀塘板間房，做雜工、打散工，一邊捱一邊等機會。1971年，無線電視開辦第1期藝員訓練班。30歲嘅鵬哥好想報名，但一睇年齡上限係25歲，哎呀，超咗齡，唯有放棄啦。之後佢揾咗份月薪800幾蚊嘅設計師學徒。2年後，訓練班又放寬年齡限制到35歲，鵬哥開心到飛奔去報名。今次佢唔會再錯過。知唔知同班同學有邊個呢？周潤發、林嶺東、吳孟達，而且因為佢年紀最大，大家推選咗佢做班長。就喺訓練班嗰度，佢偷偷地咁做咗一個決定，就係扮傻。明明做過民工團團長，明明演員嘅自我修養早就俾佢讀到爛，但喺訓練班入邊，佢選擇低調。佢後來解釋話，喺大陸經歷咁多運動，自然明白太過外露只會招人妒忌，最好唔好衝大頭鬼啦。呢一種老江湖嘅生存智慧，令佢好有安全感，就喺複雜嘅演藝圈企穩咗陣格。1973年，盧海鵬喺第3期藝員訓練班畢業，好快就被揀咗入歡樂今宵。喺嗰個年代，歡樂今宵係全港人每晚都會開住睇嘅節目，而
而盧海鵬好快就揾到自己嘅位置。當年只要有佢就唔會悶，扮嘢係佢最拿手嘅武器。羅文、徐小鳳呢，佢唔止模仿外表，仲捉到神髓。最經典嗰次一定係1997年台慶扮欣宜，為咗俾個 surprise 肥姐，佢上台前完全封口。當佢着住粉紅色連身蛋糕裙，綁住蝴蝶結，9秒9衝上台嗰一刻，全香港都笑到癲咗。肥姐仲笑到失禁，呢一個畫面成為香港電視史嘅經典。仲有喺蝦仔爹哋入面，佢飾演嘅蒙豬眼，嗰啲押韻無厘頭嘅對白，咩得閒飲杯茶，唔使日日見住阿嫲，全部都係現場爆肚㗎。所以當佢話講無厘頭，我先過周星馳，真係連星爺本人都唔敢反對。嗰段時間佢紅到一個月出2次糧，月尾一份正糧，月中一份爆蘇錢。但佢自己都講得好坦白，拍電視係貪玩啫，真正賺錢嘅反而係拍電影。咁佢喺電影圈又有咩好玩代表作呢？杜琪峰嗰啲我點會多謝佢得㗎？佢請我拍戲，我都要佢攞錢㗎啦。我多咩謝？喺電視圈入邊，盧海鵬係笑匠，但一入到電影世界，佢就好似變咗另一個人，好有威嚴嘅氣場，演邊個角色都入型入格，將佢嘅模仿功力提升到另一個層次。好多人都知道佢係杜琪峰導演嘅御用班底，喺《柔道龍虎榜》同《奪命金》入邊，佢唔係戲份最多嘅，但係你一定會記得佢。2012年，佢憑《奪命金》攞到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，當時佢已經71歲，呢一個獎好多人等一世都等唔到，但佢拎到之後竟然好冷靜。有人問佢要唔要多謝杜琪峰啊？佢好直接咁答：杜琪峰，我又點會多謝佢啫？佢揾我拍戲，我揾佢攞錢㗎嘛。因為喺盧海鵬眼中，工作就係工作，尊重唔係靠多謝建立㗎。佢自己講過，一生真正敬佩、真正多謝嘅人得2個，一個係令佢學識乜嘢叫做演戲嘅吳楚帆，另一個係教佢做戲、俾佢機會嘅 King Sir 鍾景輝。我一隻眼盲啫，我仲有隻睇㗎嘛。一眼睇晒。鏡頭外，盧海鵬嘅人生其實一直都唔算太順利。佢結過2次婚，1994年佢將家人送到加拿大移民，自己留低喺香港繼續做嘢養家。就係咁，佢變成咗留守老人，一個人工作，一個人生活，將時間交俾片場。算唔算遺憾？佢冇咁講過。佢只係話呢一個係責任，同家人隔住一個太平洋，但佢個女同孫仔都中意睇佢做戲，對佢嚟講呢個已經係最大嘅安慰。近年鵬哥身體開始同佢算賬，2018年被發現血管阻塞咗90%，當時杜琪峰同古天樂一齊勸佢做通波仔手術，古天樂甚至預先墊資20萬醫藥費，但最殘酷嘅唔係開呢一刀，而係因為糖尿病引發青光眼，令佢右眼完全失明。如果換咗第二個人，可能早就怨天尤人啦。但鵬哥冇，佢反而睇得好開。由79歲開始，佢每日朝早6點起身跑步1個鐘，有時仲會同周潤發一齊慢跑。佢點樣總結自己呢？好簡單一句話：食得、瞓得、玩得咪得咯。唔好成日發脾氣，做人唔使咁緊張，替自己開心多啲啦。演唱會歌啊，時代曲啊，你唱啦；外語歌啊，你唱啦。甚至冇，我哋以前喺大陸都最拿手，都做開大戲嘅嗰啲粵曲，我都又夠膽唱。已經84歲高齡嘅鵬哥，最近竟然開咗場 show，叫鳴金收咪演唱會，同自己交代入行50年嘅一個總結。呢50幾年，唱過歌、做過戲、扮過無數人，去到最後，佢反而揀翻一樣最簡單嘅嘢，
企喺台上娛樂大家。佢喺演員的自我修養入面學到一句說話：扮嘢其實就係做戲，有心做一定做得到。佢亦都講過，人始終都係要歡樂嘅。我哋做藝人嘅就盡量將啲歡樂帶俾人。你可能會見到台下嘅佢眼神有時會有啲落寞，但只要音樂一響，企上台就依然氣勢十足。因為對佢嚟講，上台唔係為自己，係為人哋。睇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盧海鵬有咩咁特別呢？又唔係天王，又唔係主角，但係佢代表咗嗰個晚晚都歡樂嘅年代，嗰個為咗搵兩餐充滿住拼搏精神嘅年代。無論現實幾咁殘酷，佢都會揀笑住行落去。笑唔係因為冇痛苦，而係因為知道痛都要生活。呢一代香港人，好多人都係咁。大家未必會講出口，但一樣照捱照頂，一樣第二朝準時開工。盧海鵬只不過將呢一種生存方式搬咗上舞台，而我哋有幸由細睇到大。如果你都中意盧海鵬嘅故事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呢段片，訂閱漂流傳奇，每個星期都有新片等緊你，講俾你知屬於香港、屬於大家嘅傳奇故事。你希望我哋製作邊一個人物嘅傳記影片呢？歡迎喺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